推动阿里山林业文化景观登录做世界遗产的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，为旧年底开始，逐礼拜安排台语课程，唔但有亲子活动，各为戏出甲歌曲来学台语。水下寮，水下寮。配合教育部的台语书展，老师们甲台语的念法，佮绍介阿里山林业铁路相关的知识。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举办台语的培育课程，有课程嘛有工作坊，希望透过台语的推广来保存这个语言。介绍着规个火车是安怎走路线，安怎走啊，离低海拔、高海拔安尼啊，去爬到山顶安尼。咱即个像独立山即个蹦起出来，迄个外高起出迄个路线啊，来介绍，互咱囡仔熟悉讲，对着咱即个透过台语啊来熟悉林业文化、林业铁路即个内容。除了亲子家庭的工作坊以外，阁有规划用台语歌来学台语的讲座课程。那甲拼音，各位歌词当中学习台文的使用。上课老师讲，以前的台语歌词一寡字唔是正字，就唱台语歌的机会，会当来学汉字甲发音。罗马字是拼音拼出来，这是其实是伫100堂中都有这个台语拼音嘛，其实只是。可能就这人拢唔知影，所以想讲用这个主题啊，互大家来了解啊。来上课，我感觉有一寡方法，有找着讲我会当来用，啊会当，譬如讲我家己要记的时阵，嘛会当较方便来记，还是讲我想要教我学生啊3岁的时阵，就会使摕起来用安尼。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表示，阿里山林业文化是在地的历史，台语是在地语言。所以用推广阿里山林业文化的态度来投入台语的保存，希望透过在活动的工作坊甲讲座，互阿里山林业文化甲台语，拢会当豆豆受到大家的重视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